收看《Kenny 闹星球》。那大家都知道啊，P-League 已经慢慢进入尾声。那对我们球队来说，新竹街口工程师的球季已经是结束了，没有季后赛的缘分。不过呢，P-League 还是继续的轰轰烈烈在进行当中，所以对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继续的支持及观赏。不过呢，今年呢，本球季有很多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的地方。那如果讲到高低起伏的话呢，那我必须要跟大家郑重介绍隔壁的这位特别来宾，就是南山高中男子篮球队的总教练许时清先生。时清跟大家打个招呼。Kenny 哥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时清，我觉得你留这个胡子，是不是要掩饰一下你跟我一样日渐增加的体重？有一点，最近比完赛有一点稍微吃方面比较。我跟你讲，重点是眼睛不要显圆的哦，这样子脸看起来是跟眼睛。那这是我自己编。完了，我眼镜这样还可以看得到。你看嘛，眼睛那么漂亮，戴眼镜干什么？这个。我觉得南山这个高中出来的球员都有几个特质啊，就是打球啊，特别是打锋线后卫的，基本动作都很扎实，都很好，打球都很聪明，然后呢，基本上都还算是蛮帅的。哦，这个是不是学校的一个传统？哇，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原本长相都还好，去了南山之后就变帅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有可能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现在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你了。因为你帅，对不对？那个好，除了时清教练非常的帅之外呢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啊，因为呢，你知道吗？在今年啊，我们球队的总教练冠伦啊，是，他正好是你比你大一届的，对，大一届。那助理教练星汉也是小我一届啊，所以你就夹在正中间，对，在代表说你明年是不是要来？那说好。那邀请你来这个节目，今天其实我们可以讨论很多东西了。除了就是南山高中就是 HBL 篮球队的一些经历啊，你带球队的这些经验，还有你自己本身打高中篮球的经验之外，你还可以爆料你的学长跟学弟，好不好？这是一定要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就说当教练很多的酸甜苦辣，是。那高中教练呢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。那你要知道，职业球队的教练又有点奇怪，所以特别是今年，你知道P-League受到很多的关注，对，所以在今年球季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学长冠伦带球队受到很多的抨击，你觉得呢？像这样子的一些受到的这种压力，你觉得像看待职业球队跟带学生球队最大不同在什么地方？我觉得最大不同，当然还是有很多各方的压力嘛，因为我觉得篮球教练这个工作很有趣。很有趣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那一个篮球队的样子，他的打法，他的防守，所以你要说这个好吗？还是说这个不好？其实你很难说清。对。然后我觉得职业队跟高中队差在就是，我觉得是票房吧。票房。那我们这边就是会比较着重于在怎么样去永续经营，跟怎么去招募我们下一批的球员。对，我觉得差别会是在这里的，但压力都很大。对，当然了，因为学生篮球嘛，大概就是3年就是一个轮回，对不对？你在今年打完了以后，你要担心你明年的1年级生到底怎么样哦。是，我的麦克风不好吗？可以，现在可以吗？看，这个就跟篮球比赛一样，小小的问题的时候你修正一下，马上就好，接下来又连攻个10分。那职业球队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，对，真的不太一样。所以除了这种招生啊这种压力之外啊，你看今年的P-League发展对你的学长今年的表现，你觉得表现的如何？以我学长的话，我觉得我会给他90分啊，因为当然先不管成绩跟整个战技术的一些呈现，因为离我以前打球跟相处的冠伦，跟他后来到了P-League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教练哲学跟呈现出来跟球员的互动，跟沟通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像我认识的林冠伦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以前相处可能都大辣辣吧，他可能是有什么话都会讲什么的，但是变成说他，我觉得就变得很突然成熟了，可能10岁以上，是那种感觉，是对以前感觉可能大家都在年轻时候都国中就认识了嘛，到现在还突然看到他很多的一些像工程时代有很多的那种侧拍，
是在休息室里面，我觉得哇，我觉得连我都爱上他了。哦，对，就是变得很成熟，我觉得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了。我觉得就是跟我以前认识的冠伦不太一样。对，也可能是我没有看过他带队的方式。是，但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，我还蛮仰慕的。对，因为我今年跟他相处啊，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。对，因为你知道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环境跟世界，就是你可以在网络上啊，在电视上啊，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得到可能跟宇宙一样大的这种资讯，这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嘛。就像你今天刚刚跟我讲，你看 NCAA 比赛刚扎个这个突然用了一个什么全面对，好像他今年没有太用的一些策略上的东西，对，所以反而好像没什么效果，就垮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世界啊！你想想看，在10几年前，我们听到这种篮球比赛，你根本就可能没有办法亲眼看到，对，更不要说你知道一些，就说他过去小道的消息，他用了什么东西，那可能你过去完全不可能知道的。那这个绕了这么久了，我要铺的这个梗就是说，冠伦呢，在也许画面上看到是那个样子，觉得哇成熟很多，对，可是。你要知道，他是一个今天比赛结束，他就透过网络、透过数据、透过荧幕、透过比赛的重播，看到各式各样这个比赛过程当中，我们跟对方做什么地方对，什么地方不对的，然后他就已经开始准备下一次2支球队的碰面了。所以有这样子的一种，我认为是一种习惯。那你已经培养这种习惯的时候，你的教练的进步的幅度，以及让你球队铺路让他进步的幅度是不可能差的。对，因为你已经在做所有东西的准备。我认为，年轻的教练，对于这样子的东西是比较能够去做出的。对，那像我们这种老人啊，如果我们连运用科技方面都有点问题了，所以你真的要去收取这么多的经验，我认为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一点。那所以呢，好，讲到这个部分了，我们好像把这个冠伦讲的太过于的完美，你开始崇拜他了。可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冠伦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糗事？糗事哇，我永远都想到这一件事情，就是冠伦他以前就是国中来嘛，他每次都要灌篮，每次都灌不到。但是他突然高中毕业以后就突然就灌得到，但是高中是。就是你会叫我们抛给他RU啊，灌怎么灌都灌不到嘛。有一次我们就在玩RU 嘛，我帮他抛，灌不进，他就说那时间我帮你抛，我就一抛就砰就灌了，然后再灌第2颗，因为我们那个塑胶板是室外的，可能是有点焦化或者是怎么样，所以他抛了1颗，我一蹦，砰嘛，这个掉下来了，板子就被我灌坏了。对，然后冠伦就在笑我啊，怎么时间要赔钱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后来当天晚上发生多么好笑的事情，冠伦，我们那个洗衣间走进去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洗衣，一个槽是洗衣，另外一槽是脱水。我们洗完又会把衣服拿过来脱水，然后他就在突然那边看，那脱水，啪啊！世界怎么了？他手指断掉了。整个我不知道是食指还是中指他就是被卷到衣服里面，然后整个撕裂、扭转，整个那个叫粉碎性吗？粉碎性的骨折。对。结果发生什么事情？后来问他，他说时间没有，我看那个脱水那个很漂亮，我想要摸摸看，我不知道他是说转速多快还是什么，他就摸，啪就，哇！我每次都会想到这件事情。美丽的东西都是很毒的，你只要去看那个有很漂亮的毛虫或那种虫，你千万不要去碰它。所以白天笑完我，晚上换我笑他，后来他就去开刀什么的。对，所以每次我们碰面的时候，我都用这个亏他。那星汉呢？星汉有什么样子的东西？星汉哦，我反而想到这边有点对他有点不好意思。为什么？小时候霸凌他，也不是霸凌他，学长就是要叫学弟买午餐啊，早餐、晚餐3餐一起买啊，基本的，是不是给50块找35块？没有，还是要找55块。我对星汉比较抱歉，那时候我记得他自己是基隆来的，是我们那个许教练介绍过来的。对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户外啊，我到现在还是你也是基隆？抱歉，没有，我是新竹。OK，因为那时候冠伦啊有几个你是新竹哦。OK， 新竹。对。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在户外练，那有时候会下毛毛雨。对，我们男生有个传说，就是只要到练球时间，雨再大，
都会在那时候停止的一个传说，是，所以都一定要练球。对，所以我们叫刮地人。我们有一个类似一个刮网球的一个器具，一个这样蒙自己往前推嘛。因为那时候他来的时候我是1年级1升2嘛，对。后来我们就刮，突然没有看到他，结果差点把他的阿基里斯腱割断掉。啊，哇，这不算是糗事，这对他有点抱歉。就是因为我没有看到他在前面，你看到他的腿太美丽了，你也想去刮刮看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刮，哇，整个哇，你们南山的都喜欢看美丽的东西哦。对，所以就是突然想到一个学长跟学弟，还有更多好玩的啦。但是突然想到就是一个玩那个洗衣机，然后第二个是被我刮到割到那个阿基里斯腱差点断掉。对，这2件事情我一直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。的确啊，因为在那几年来，我觉得你们南山是出了各式各样的明星球员啊。对，那也不缺乏一些比赛当中可以灌篮的人物。那其中包括你自己啊，那你跟紫薇都有灌快篮筐的这种记录，是不是？对，紫薇好像没有啊，只有你就是让灌篮的手指头断掉，因为他我都笑他，你中午笑我，晚上换我笑你啊。就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我们的郭辉老师还在的时候，他说只要谁还有那个口音，把篮筐灌断，发给他奖金。哇！结果隔天中午吃饭，郭老师来，那学弟不敢讲嘛，我那时候国3，然后学长就这样，你国3灌篮把篮筐灌坏？对，国3那时候。OK。有的人就是有天分嘛，有的人就是你知道努力一辈子，没办法。OK， 继续。后来我们学长就一直在跟郭老师闹，郭老师那个时兴把篮筐灌坏了。你之前不是有奖金5000块吗？什么？就走掉了。所以我就没有拿到我的灌篮的奖金。对，他随便说，我们就随便听。随便听。对，所以你就没有这5000块奖金？对，我现在奖金。那你还让灌篮手指头断掉？你知道时清，我在当时不打球了以后，我播了很多 HBL 的比赛。那基本上在那时候未来的时间点的时候，几乎每一场 HBL 比赛我都有去播。对，都是。那我最印象深刻的有2个南山的球员在比赛当中灌篮，一个就是你。应该是直接一条龙往中间杀，然后跨人灌篮嘛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个是本康切底线往左，因为他是左手，左手灌篮。那这件事情会不会造成你人生打篮球上面，不管是在信心上面，或者是在你的经验上面，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吗？我觉得会在信心上面会有提升，就是你会感觉自己，不要说打多好，会有一个代表作，那你会变成说至少在。很像，就是会比较有信心一点。对，像现在教球，有时候我自己的学生在灌篮，对，我们可能就传给他一些连接看一下，看对不对？不要再练了，练投篮对，教练不用练都可以灌，那是这样子。你看，你也是活在那一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科技发达的时代，是因为你的比赛这种画面，大家都流传下来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还动不动以后你小孩长大了，你看，我可以看一下，你看你老爸，你看，你可不可以国3那像我们那个时代就很惨，对，你知道我们那个时代在网络上找到自己打球的画面很少，我们那时候还是 analog， 就是不是数位的时代，所以那个画面都很模糊，然后有人把它翻拍放到网络上的时候，你只看到一个人的影子而已，可以模糊看到他的背号。那然后呢，会 upload 这些影片的人都是放那种郑志龙啦、朱自清的画面，你知道我自己怎么找我的画面吗？看到我们对他比赛，我就看跑的那个人，就是我，我又被过了，哇，就在我面前跳投，哇，真的是他好厉害啊！对，以前好像是这样，多惨啊 ！OK， 好，那这个因为这样子的一些经验哦，像我自己一直当配角这样子的经验，所以让我提早就离开篮球圈了。那你为什么这么早就离开篮球圈呢？其实我刚才Kenny哥讲说配角，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那个啦，因为我自己其实蛮有自知之明啦。那其实，在高中来讲还算，我觉得还可以啦。那到了 UBA 有伤势也好，有膝盖的状况也好，肩膀脱臼也好，那其实到了 SBL， 那是 SBL，那也转了几队。其实那时候其实心里大概有个底啦。其实在这个层级里面，好像被需要性不是那么高。那你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你会想的比较多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萌生这样的一个想法，
只是说要当教练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去当教练这一块。对，当然就变成说，我觉得我后来就是天分已用尽了，对，天分比我更好的还更多，所以我那时候有这个机会，南山回来找我当教练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在我喜欢的篮球领域上，我还是会很热爱。对，那他的篮球生涯更长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还蛮快就决定说回来转职当教练。对。所以你的膝盖的伤势跟你肩膀的伤势，当然也是对于你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推力吧。对，一个推力，算是一个推力。对，因为我知道肩膀，特别是脱臼的受伤哦，对一个运动员的发展是真的很具有影响力的。我自己小孩也现在肩膀脱臼，然后这个一脱臼完以后又脱臼，动不动就脱臼。那真的不要说球员自己本身了，你家长在旁边看了，你都觉得很不舍跟心痛。所以这个转任教练以后，你带出了很多优秀的球员。对，那南山呢一直在 HBL 的战场上呢都是名列前茅的一支队伍。那有没有什么任何一个球员对你来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，或者不一定是打得最好的，是，那就是可能就是印象深，也许他最聪明啊，或者他有什么糗事啊，这个有没有这样子的人？我觉得有印象蛮深刻的一个球员，就是现在已经退休了，在富邦退休，叫杨新志。OK， 对，因为我对他印象很深刻，是他的斗志很强。他做一件事情就是。有时候你在旁边，你就跟他讲：“新志，你要不要休息？”对，有那种感觉，就像以前在打新在9级张志峰一样。就他非常的疯狂，一直在练。那我会对他印象深刻是有2个，一个是当然是大家比较知道的，是在冠军战的时候他被敲到眉毛，那后来他就是稍微做处理以后，他说：“哦，那个脸就是又来了。”对，就是教练，如果你不让我上，我一辈子会恨你那种感觉。他那个气。斗志很强，然后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是，他那时候是高3队长嘛，我们高2输松山，输蛮多分的。后来他就跟全队集合说，我们过年不要放假，我们全部在学校过，就是他是那种为了一件事情，他可以牺牲，或者是那种你知道，所以我对他这种斗志都很有印象，就做一件事情可以疯狂成这个样子。后来我就身为教练的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不行，新志。我们还是要放个2天3天。你不想放，我想放，还是叫家人一起来体育馆过年吗？他就是这样围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他的那种不服输的那种个性，很鲜明。对。所以像这样子的球员教导起来，应该算是有压力吗？还是你觉得哇，就是很轻松，丢给你就好了？会变成说，你像遇到这种球员，你就必须要帮他踩刹车。因为每一种球员，他需要。你跟他互动的方式不太一样，对，所以像新志，你就需要帮他踩刹车，比较缓和一点，不然他可能还没有比赛，可能身体就受伤了。对，这是什么时代了？这种苦练，那种漫画上看到那种情节，说一天要挥棒1万次这种。那个是不符合科学的要求的，是你练多少，你就要修多少，没错。你要把身体恢复了以后呢，你才能更上一层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曾经看过南山的练球，就是在不管是重训啊，然后体能训练、练球训练都非常的科学化的，就是都有它的时间上面的这些需求跟身上的限制。那所以因为这样子呢，才会让南山这么多年来，就像我讲的，打球聪明。然后呢，基本都做扎实，然后呢，这个率劲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，打出这么好的成绩，这个我现在要问你一个很困难的问题，就说如果你今天要选出你认为南山校史篮球队有史以来最好的先发5人，你会放哪5个人？小心一点，很多大学长在听。哇哦，这个问题。有可能缩小在我这几可以，对，好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再把前面这个放进来的话，可能你如果有些学长名字没放在里面，那个可能会被浇水。那个像什么李云祥啊，我知道他的自己心里那个像那个焦啊，也许你没有他的名字，他搞不好电话就来了。对，马上来，赖等下就传过来了。等一下。喂，小象，我知道，你进第1名的。OK， 我知道你是5人 MVP， 好不好 ？OK， 这个 OK， 好了，小象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在录节目，我现在跟你讲，
OK。所以给你个所以你在你带领之下的最佳5人。好，最佳5人，我觉得会有一个特质，他的防守一定要非常的好。好，对，因为是攻守两端要俱佳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进攻有天分的球员非常的多。对，但是就是防守这一块，我觉得你愿意去做，我觉得会更有特色。是，对，所以代表说，如果你没有进最佳5的话，你防守就要加油一点，听到没有？也是这样子，对。好，所以我会想5个位置的话，那后卫，我会选这个位置好困难，南山的厉害的后卫太多，很多，而且都很有天分。但如果真的话，防守必须要有身高嘛，对，要有臂展嘛。那我会选关达佑。哦，关达佑，哇，那个林兴祥啊，还有陈佑伟，抱歉啊，你们今天就，你们现在就，没有。对，因为达佑他就是很悍了，他球场上没有在怕学长或者怕谁，尤其他国3来是那个特质就很强。对，以后娶老婆以后他要当新娘。OK， 然后2号的话，我会选陈佑伟。OK， OK， 对，因为2个都算是攻击先不讲，但我觉得就是防守上的功能性跟他的效率值应该是要很平均。然后3号的话，我会选跟陈冠泉同届的那个林任宏。哦，林任宏很好啊。林任宏是左手的嘛？左撇子，大概195吧。就知道我喜欢左手的。任宏合约还有2年。现在 OK， 哇，可以跟好清楚哦，球员的合约哪里哇？没有啊，开玩笑。下一位。4号的话，我会选心智。对，因为那个是你拿到球，知道心智的那个位置在哪里，或是听到他的呼吸或声音，你都会颤抖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就是他非常的强悍。然后再来5号的话，我会选陈冠泉。OK， 这5位球员。哇，这5个人加起来应该是一个蛮厉害的球队了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南山最佳5人在这个教练的带领之下呢，应该可以跟很多的 SBL 球队跟霹雳球队来竞争啊。你也许再丢给他2个洋将，搞不好是一个排名前半段的球队。所以这个世新，谢谢你今天接受跟我们来聊篮球。那接下来呢，在下一集里面，我们会有更多的许时清教练，更多南山男子篮球队的一些小小的故事，让大家来分享。所以记得继续收看我们 Kenny NOW 新秀的节目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